见到2日北埔老街路很近哦，体离老街4才40分钟嘅南外社區路特別點清呢，包括南巷同外坪兩隻村嘅南外社區，面積卻係北埔嘅一半，人口才佔嘅1/10，生態同文化資源路蠻豐富，有名嘅北埔冷泉路體南外。認真講，去老街嘅人冇馬會落去人嘅社區。南外人如果出境呢，落成到社區活動，做生態池，做美人植草植物，人家用一百怪嘅蟲嘅一道有可能到嘅。社區總幹事陳少忠帶領居民觀察生態，培訓技術員，人家係用工作假期嘅方式，而遊客向下去參加江沃老屋嘅修整，還串聯用100年歷史、新竹縣清長嘅石段老路前段街。空行遺址也到文化場景，而外地人認識同老街冇共樣嘅北埔風情。有看到嗎？有這個有長腳的。幹嘛嘅東西？是大便嗎？鳥大便嗎？哦，它叫鳥糞蜘蛛啦。啊，蜘蛛。嘿，你把它記下來。睇恁幾條如是，看到日本大廈老狗都叫起來，駕做吊時來放天地嘅拉卡，正經猛是見怪，啲短針係對悠悠嘅拉卡四度침到界。這隻也是嗎？這都是它，這是卵。哦，都是它卵。對，像那個炸彈的東西是它卵。拉卡卵冇啲卵推度過度，一直到春天長不出來，大自然四季變化，有啲東西為冷天才看得到。寒流它是一種信號。就像我們像結婚的信號一樣，哦，寒流一來發威的時候，記得是會全體會在個水邊繁殖。冷天怎麼出現個衝擊怪，上到出老家苗條肉。它有點像那個林志玲一樣啊，腿很長啊。挖嘞，志玲姐姐。哦，很可愛，對不對？哎，它會發亮哎，這個腳這邊。嘿。生態觀察為咗當地嘅母豬冷熱空，所以榮幸冷天嘅生態世界未當精彩。冬天比較會看到的一種蝴蝶，因為從呢季節蝴蝶都已經能搬家都搬家了，不能搬家用蛹去過冬，那它卻可以用蟲去過冬，那就是它特殊的地方。烏西身體如日天黃色嘅溫度，漸漸從下嘅風景分熱，看起來一定影響。如果說你分散就力量弱了，哦，那聚在一起，大家看到哇，這麼可怕，就不會去吃它。山那度嘅倆從農場係南外社區總幹事陳少忠打造嘅生態天堂，除連步入嚟嘅網上風熱都看得到。他先吐尾巴這個點，吐完之後，他翻身過來，把屁股黏住那個點，施作抓緊之後，再回來吐這個脖子這兩個點。那後來我那邊我沒，在一些閒置的空間裡面，我去種一些馬兜鈴。後來也都黃裳鳳蝶慢慢的，以前可能是很少，慢慢的它族群就越來越穩定。網上風熱嘅衝爆，從係建議來改造入掉地樹挖行。冇注意看，都難尋到。個蝴蝶蛹，看當久都冇看到啊！人家都看到以後，就感覺很奇妙啊，就很神奇樣。講哎呦，平常人都冇去注意嘅啊。為到夏日嘅來，陳少忠喺農場度種嚟當當明日老樹草出款，唔過佢種嘅方式唔係調做出事。有些人就認為，要種成工人用啊，哈，草皮啦，哈，花就是花。但是你就去你一看，那種地方是沒什麼生態，生態東西就是亂中有序，好，各種各樣東西都有，因為一種地方因為有個蟲啊，調養會來。全國地下帶嚟105年，早期陳少忠嘅阿爸種柑麼，有辛苦未存冇馬錢，還從台灣縣農藥，土地未聽嚟數到上回。所以陳少忠老阿爸溝通嚟10年，將天天嘅講到阿爸唔好先農藥嚟，佢咪看到水生植物天天嘅冇睇，所以簽嚟8個種水生植物，種地下地老祖公留下來嘅題。你一看唔到我都該做乜嘅哈？你看很多大葉甜香草，大的葉子，田裡面很香的一種草，少見啊，因為怕農藥啊。
哦，农药撒下去就死掉。它少看到。一口3天，两下变做生态比通。清少中国应用班对台自然动家储备恢复本意。一开始也不知道说，它会带来那么多特别的一些像生物啊，它进来，像头摆从看到的那个金线蛙、虎皮蛙，头摆几乎是灭绝的。因为咧用农药用很多20年有啊，快绝种了，都快要绝种了。这台湾的原田螺啦，它会长胡子的。它跟福寿螺最大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其实烂它的东西，其实一些腐叶啊，叶子。所以推翻原生种的田螺不会对农作物不会，对，它反而是帮农作物洗澡。这比以前做那个轻松多了啊！以前做1天呢。水生植物上到动家，从头而起，生物加入生存空间。因为青蛙它需要一些空间，如果说你全部变水生植物不行，球睡是某地方高睡是某地方的，它就活得不快乐啊。那我如果去做一些这种适度的干扰，其实对生态是有帮助的。两下农场都有18种怪个，8個種入個，放養出咪轉來嚟，親戚好朋友都會走來看，天天個開始隻發通，用地勢來傳切。兩下hand落挑個山當種嘅差數，帶動農場都發展生態農業。這方面希望創新阿爸嘅種茶技術，未係那一行前面來路。那其實我覺得一家堤防還是要有農業。那我今天會想要種茶，就是因為我哋條擺，像日本時代是可以去種茶。那慢慢的，我想說，條擺茶葉都荒掉嘛，那我想把茶葉應該算是把它再找回來。介應該利用總工學習，至少做咪天天嘅老乞丐經驗，推廣到貴州社區。因為祖先給我們土地是乾淨的，那我們也希望說，我們這一代交給下一代的土地也是乾淨的。因為如果沒有這樣的環境的話，你沒有辦法帶動這個社區，一定要有一個種子，讓這個社區開始活化，然後漸漸的，就是可能用分享，去影響到我的，比如說鄰居。我們就是去找一個填土跟黏土，當做底層，那厚度大概有60公分左右，我們要用怪手下去壓，人家踩，那忽然放水下去就水就留住了。這個草興嘅生態比通係社區建議，強下對土壤鹽實古類，強下結界。用啲實古嘅要礦啊，怪啦，怪農啦，要礦啊，係要用為個礦啊。因這係用摸那個人嘅摸礦啊，不挑個地不上歐郎就不出資咁樣。斑蝶喜歡去哪裡？喜歡來有種澤蘭的地方。那時候我們就種了很多澤蘭，因為現在是1月嘛。那假設你今天是6月、7月來，這裡就是搞不好500隻的蝴蝶。原來這生態池不是原來就有。是無中生有，然後就這樣蓋起來，而且又給它蝴蝶本來就是很美麗的東西，然後在這邊散步啊，或享受啊，都還蠻不錯的。生態比通嘅水係對前段加落嘅，南外社區唔單強調豐富生態，還有當地文化歷史景觀。安定嘅石段呢，佢同意稀里糊塗。85歲嘅阿伯很係冬天，那人做個專做怪棍呢，一鋪去講數。特別嘅氣候唔得啦，無嘅就鋪啦呢呢，南莊嗰邊啊，冬好就唔得啦，你就別鋪買賣啊，茶也開啊，就是那個。你條石鼓係哪來嘅？你是在附近的山上打。用慢打石鼓太這個是慘啊！之前是包只是3段嘅前段嘅骨頭，長至3個的案發，
早期係山當中頭老苗林南中意另外主要嘅路。走机也是原因呢，开下去，在山上的坡道啊，几困难呢，开治疗个病。因為佢哋後背山方係有按到4,2分，而且總頭啊，佢頭擺春葉嘅路是行一條前段街，佢哋中年讀書啦，成年讀書，我依家太平學校，全部係翻山越嶺。山入頭路開通過後，古土冇影響力，年初亦叫冇漲，兩下是用最華山大概兩300啷段行的。該差不多7年前，我上來請青頭拜，就在那個叢林裡面找出這條道路，我慢慢是拍開來。對山下看光上，前段街出上係通到天當嘅推派咗，所以北部二就很記住北部天台。佢係那係一家東崇上嘅文化衝擊，所以南外沙期希望轉呢個後，古土就得出現，不下到議論嘅是了解嘅歷史故事，讓它活化起來。唔好講頭擺年咧辛苦，因是同佢 fit 起去。因行了古土可以想象說頭擺年非常辛苦，有因客家嘅祖先帶到了山檔，但是那種很堅韌很勤勞那種民族個性就在這邊顯露無遺。雖然前段街歸路行公上，至少中途嚟大家來到幾講嘅天空之上，處地山當街一隻平台，只見規模一大，唔過依幾離車標榜嘅火豐富，處地面頭前。方圓好幾里之內就這麼一間那個三合院是算是很完整的。以這種規模來講，在以前是大戶人家。第一次到達這裡的時候，其實我也被這整個老宅深深的吸引窗花的部分，它就非常的考究，而且它完全是非常的大氣，而且整個廂房與廂房之間，還有它整個那個砌磚的那個結構非常不一般啦，就是比我們一般傳統的那種三合院，真的是非常豪華很多。用咗呢幾個用戶火風，木等立體兩重木體，唔過住嘅嘅老表都喊出，民國70年過後，用戶後退做下搬走，轉回到前段街了，只會發現兩位嘅村少主，因為兩係沙期嘅寶，都冇簡單簽到主意，經過通知決定為長。除了沙期見面，還簽來媒體一下，用工作假期嘅方式向下參加。我們居民就是要來參與，讓大家一起來完成這個，我講說是不可能的任務。讓當村民有參與感的時候，他就會愛這塊土地。有限的預算把它發揮最無限的一個延伸啦。而且其實喚醒我們地方的這些村民來共同參與，其實那才是我們的重點。阿伯姑嶺而家幫手，是現實嘅事，如風外線才用衝突，大家個入起街條路。我是在做現場的丈量，因為我們要整個老屋要把它做翻新的動作，其實我們第一個就是要做一個體檢，它整個房子的面積，還有它所用的一些建築的素材，我們都要從這個過程當中先來了解。就開始就是先把正廳的部分來漲起來，至少我本意落水啊有會幫他嘛該未來它有幾個目的啦，因為我哋社區發展生態旅遊的一個社區，希望說兩位漢拜都會做變成一個我們遊客他休憩的一個點。老夫本期都有動到嘅想象，南版咪希望用做工還現代嘅方式，簽住專廠嘅後生意，強下大草沙期。攞幾隻生態豐富嘅素材，還有文化景觀串聯起來。呢兩日嘅北部老街時差個50分鐘，有豐富自然嘅南外沙海地用印地。沙期見面，兩下為攞個質點，一隻整理起來，打造做生態攞鞏固嘅素材，簽轉透過嘅歷史攞生活文化。對介人到沙期，高度媒體影下，攞讓兄弟天嘅擴散出去。為希望下到啲向下認識南外嘅家。